为着要鼓励农民伫收耕的时阵会当改种其他的农作物，即马中央政府有甲家己关义德乡农会对2022年推广种芦笋，也就是高粱这款作物，这种植面积对一开始是30公顷，增加到400多公顷。不过，家己地区今年欠雨水，连面山压水的芦笋也同款出现农业损失咯。同一个产区的芦笋，有的已经结穗，有的煞连发芽拢无。家己县伊地乡种的芦笋因为欠水，一寡产区的芦笋无生长，存活率嘛受影响。宜竹乡西南这边的那个存活率就比较差，有种了之后又没下雨，到现在很少下雨啊，我们这边很少下雨，所以存活率差，而成长性又比较不好。为着要鼓励农民伫收耕的时阵改种别款作物，家己县伫2022年开始伫宜地地区种芦笋，去年种30公顷，因为雨露上济影响收成。农会讲今年种400多公顷，结果欠水，500多公顷收成无到3成。现场勘查，其实田区样态差异都蛮大的。如果种植的时候没有水分灌溉的话，它的缺水率都蛮高的。农改场表示，种芦笋虽然免上济水，但是生长的头前14天也是需要水来灌溉。产区会有这种情形，除了雨水无够以外，水利会提供的水嘛可能因为地势无平流去别位，所以才造成一寡产区有无共的生长情况。详细的灾害损失会统计了后，提报予中央来评估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